怒剑仙，严战天。黑衣小子，你们刚刚说的我都听见了。既然遇见了，你们就和我一起走一趟唐门吧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入江湖就要遇到这种绝世高手？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！你带着叶若依先走，我刚刚才压制住他的伤势。如果再经历一场大战，怕是神仙也救不回他的命。我来拖住这个人，你可以吗？如今的我，比起那日佛国一别，可又要厉害了很多呀。那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这唐莲，怎么几个月不见，就变得不老实了？不是不老实，只是要随机而动。不是随机而动，是随心而动。唐门还是雪月城，你的心需要早日做出选择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，没错，都是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。叶鼎之的大家业长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有点难度哦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，有趣的变化。不过就算是佛陀，也顶不住我的。你入逍遥天境了？入了逍遥天境又如何？面对怒剑仙这样的前辈，还不是只有挨打的份。传说怒剑仙的剑招只有30，不知小僧是否有这个荣幸，能见到这3剑？你想见我的剑？也好，你有这个资格。第一剑，怒拔剑。小僧，原来你真的是个高手啊！高手不高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活下去。小僧，这么厉害的功夫你怎么不早用？不然我们也不会被追得这么惨了。这几日一直在看如剑仙送我的那本书，方才悟出这流转之阵，恰逢你